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2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32天。3月18号，乌军重新攻入俄本土，也就是别尔格莱德，成功突破别尔格莱德州的防线，并逼近多个关键村庄，而且别尔格莱德已经进入这个州一级的这个紧急状态。截止到目前，乌克兰军队仍然占据库尔斯克的约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尽管此前已经撤出部分区域，但这部分控制范围依然稳固。俄军一点办法都没有，到现在还没能啃下。普京已经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3月底之前，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这个还剩4天，看样子普京又要失望了。也就是乌军不仅没有赶出库尔斯克，反而又杀回到别尔格莱德。进入别尔格莱德州的乌军释放侦察无人机，发现了停放在别尔格莱德州的一些机场的2架俄军米8和卡52武装直升机。乌军的海马斯在乌军这个无人机传回来的坐标数据之下，发射了装有18万个钨合金的钢球的这种海马斯导弹，一举摧毁俄军的2架直升机。可以说俄军损失惨重，乌军在别尔格莱德1天之内干掉4架俄罗斯直升机。关键是乌克兰在前线参战的无人机大约90%是由乌克兰自产，无人机编队也从单一的操作模式发展成多种操作模式的协调作战，也就是无人机在前面侦察，它的数据会传导给乌军的炮兵部队，就是海马斯。所以说在无人机领域乌军对俄军呈现压倒性的优势。3月24号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俄罗斯别尔格莱德州地区的格拉夫卡和纳德日德夫卡定居点附近的2座桥梁。亲俄媒体在电报频道中提供了有关此事的详细信息。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这2座桥梁的袭击使用美国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乌军想用这种方式给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造成困难。据悉，俄罗斯别尔格莱德州地区的德米多夫卡村正在发生积极的军事行动，该村内没有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自3月18日起，乌克兰武装部队一直试图渗透到俄罗斯的别尔格莱德州地区。由于边境战事，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定居点进行巡逻，那里的局势仍然十分艰难。也就是乌军在边境地区到处进行渗透，四处开花。这个俄军叫顾此失彼，难以首尾相救。当地时间3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莫斯科时间当日凌晨2时，乌军再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罗斯诺达尔边疆区隶属于里海石油管道集团公司的叫克罗波特金石油中转站。你看，乌军专门打击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要害部位。这还不算，现在有小道消息，当然这是传言，没有经过核实，说俄罗斯电报频道称北方集团司令拉平将军可能在俄罗斯别尔格莱德州地区失踪或被杀。此信息尚未得到证实，需要等待进一步的信息确认。你看，也就是乌军在别尔格莱德整出这么多动静，最后传言传出来，拉平将军可能在别尔格莱德州地区已经成为耗材。大家都知道，这个拉平将军他一直在别尔格莱德州负责剿匪当然主要是负责指挥交通。就这么一个对乌军人畜无害的一个司令官，把他除掉有什么意义？除了拉平，俄罗斯的诸侯、俄罗斯的军阀、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那是一肚子意见。就是拉平将军的指挥无能，导致车臣的抖音部队损失惨重。本来人家在后方负责治安战、负责督军的督战队，结果由于这个拉平将军指挥的部队后撤太快，一夜之间车臣的抖音部队居然变成了前方，而且还被乌军包围了。也就是拉平逃跑的时候都没来得及通知自己的友军兄弟部队，导致大量的车臣的抖音部队被乌军擒获。卡德罗夫扬言要把拉平拉去枪毙。根据乌军总参谋部发布的信息俄军在接触线上依然进攻猛烈，在过去24小时内共发动147次攻击。乌军主要为守势，阻挡俄军进攻。23日，乌克兰第3集团军司令别列斯基表示经过长达30个小时的行动，已经重新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的叫纳迪亚定居点。
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总面积为3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前，俄军已经占领了卢甘斯克地区超过95%的乌克兰领土，重新控制纳迪亚。这是乌军在近期罕见的成功收复卢甘斯克地区被占领领土。这是凤凰卫视报道的啊，也就是乌军虽然从库尔斯克撤出了大部分，但是在乌东这个地方，在顿巴斯地区，那还是有所斩获。当然，这个俄罗斯也没有坐以待毙。乌克兰的国家边防局的发言人叫杰姆琴科，他说，俄罗斯军队试图突破诺文科耶和朱拉夫卡附近的边界，但乌克兰守军正在摧毁他们，也就是俄军试图突破苏梅州的边境，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持续的攻击苏梅州。这个发言人说，我们看到敌人并没有停止试图越过我们的边界前往诺文克和朱拉夫卡定居点。事实上，他们使用了这种小规模攻击小组，但他们在越过边界后或在接近边界时仍然被摧毁。为此，乌克兰国防军各组成部分的部队以及我们一起向这个方向前进的乌克兰边防局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使用大炮无人机摧毁了这些小组，以防止敌人在乌克兰领土上聚集并扩大我国领土上的实际敌对区。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3月23号，乌军出动装甲部队在南线扎波罗热再次发起了进攻，成功突破了维尔波维附近的俄军龙牙和反坦克壕沟，出现在了俄军第3道防线后方。战争研究所也确认了这一战果。你看，也就是乌军在乌东战线上，那还是很有收获啊。当然了，俄军也想把这个战火推到苏梅州。不管怎么说，特朗普所倡导的停火，看似俄乌双方都没打算听特朗普的。从目前看，俄乌双方都对对方发动多轮大规模的袭击，不仅令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也对外界对美国和俄罗斯推动停战谈判彻底失去信心。从库尔斯克到别尔格莱德，从恩格斯空军基地到天然气管道，乌军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战争仍将持续。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德国图片报更新了他的预测，认为俄罗斯最早可能在今年秋天袭击立陶宛。他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夏天。俄罗斯宣布在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波罗的海国家担心俄罗斯武装可能会在这些演习期间越过边界。图片报说，与此同时，北约第5条对于美国来说可能不再适用，而威慑机制正在减弱，也就是普京就是利用了特朗普现在搞孤立主义，对吧？这是天赐良机，送他一个机会，要对波罗的海3国动手。立陶宛总统上周在布鲁塞尔预言他如果特朗普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欧洲可能会在1到4年内遭到俄罗斯的攻击。立陶宛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在2030年前袭击北约国家在做准备，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普京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跟俄罗斯接壤的这些国家纷纷退出什么渥太华、什么地雷条约疯狂的在边境布雷。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英国王储威廉王子在爱沙尼亚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带视察部署在当地的英国军队，并爬上一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据悉，此举旨在对俄罗斯进行潜在威慑。报道称，威廉王子身着军装，从一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和一辆装甲车中向外张望，表明英国随时准备好对来自俄罗斯的任何侵略进行威慑。也就是这英国人已经做好准备俄罗斯侵略波罗的海3国。那个威廉王子都到前线去视察，去鼓舞士气。波兰向乌克兰军队移交一架由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民间集资捐款购买的黑鹰直升机。这个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这2个国家的老百姓自买的一架黑鹰直升机，由波兰向乌克兰转交。这就是民意。英国向乌克兰运送新一批风暴翼巡航导弹。根据央视报道，欧盟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欧盟虽然给乌克兰的钱不多，现在还在扯皮。虽然欧盟对派兵进入乌克兰也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但是还是迈出了一步，对俄罗斯又加大制裁力度。我们再看看正发生在阿拉伯的，就是沙特这个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根据央视报道说，当地时间3月23号，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乌克兰和美国代表团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会谈。此次会谈的议程包括有关保护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提议。目前会谈已经结束。乌梅罗夫表示此次会谈是富有成效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当天确认，乌方代表团不会在利雅得与俄方代表团会面。乌梅罗夫他在接受欧洲真理报报道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周日晚上大约10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一凌晨4点30分，他说会议结束。乌梅罗夫指出此次会谈将主要聚焦于技术性问题。什么技术性问题？也就是黑海停火。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包括能源领域的专家以及来自海军和空军的军事代表。乌克兰外交部此前表示此次会谈将明确界定目前讨论中的各种停火机制提案的具体条款，也就是拉名单、拉清单，什么东西不能炸。这能源设施有很多种，你得涵盖进这些东西不能炸，所以它是一个偏技术性的问题。泽连斯基他在23号晚上视频讲话中他说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参加会谈，并向他汇报了当天的会谈进展。乌方团队的工作非常有建设性，与美方对话非常有益。乌方代表团正在继续工作。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是唯一在拖延冲突的一方，各方需要对俄罗斯施压，否则俄方将继续忽视达成停火的外交努力。泽连斯基说，无论我们与伙伴们讨论了什么，我们都需要向普京施压，促使其下达停止袭击的真正命令。这次这个美国人也不容易，因为这次谈判不是三方会谈，是美国先跟乌克兰谈，谈完之后美国再跟俄罗斯代表团谈。俄罗斯代表团是3月24号到达沙特的。美国这回真正的是一手托两家，来回传话。这个美国派出的代表好像有凯洛格，估计少不了两边跑，两边劝，两边协调。但是不管怎么协调，我在川普会谈完之后就说了，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对普京来说不吃亏，甚至对俄罗斯还是很有利的，所以他比较积极。包括黑海停止攻击，普京无利不起早他愿意谈这些，那说明这些对他有利。一旦在黑海在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块停火，那俄罗斯他就得到喘息。陆地停火那得先等着。普京认为自己是还有胜算，认为这个时间站在俄罗斯这边，拖得越久乌克兰现在处在下风，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对乌克兰的援助叫3心2意。关于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和谈，法国战争学院院长叫德斯波尔将军他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任何乐观的态度，我们必须重复丘吉尔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在结束的开端，而可能是在开端的结束。法国战争学院那当然是法国的最高的军事学府，专门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战略专家。他不看好所谓的在沙特的和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批评奥巴马拿诺奖莫名其妙。报道称上周末特朗普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旗下体育文化评论网站采访时说就是当被问到如果促成俄乌冲突停火，他是否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特朗普回答说如果是由挪威来决定，那是不可能的，没人知道那些人颁奖的理由是什么。我知道奥巴马是莫名其妙获奖的，他本人甚至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特朗普补充说，他胜出了，什么也没有做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这种事情很随意的，但是如果他们还想要可信度，就必须颁奖给我。我们之前以为因为3-4件不同的事情，我们本应该获奖。你看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反复说了，特朗普他梦想着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你看这次他对媒体说他的心声表露无遗。如果是乌克兰是以领土换和平，美国靠这种手段欺压乌克兰，靠跟普京勾结，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得到了实惠，发动侵略战争没有遭到惩罚，获得了利，而这个帮凶特朗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呀？这不就是黑白颠倒吗？这不就是邪恶不分吗？这哪有什么正义？如果是在特朗普的这个施压之下，普京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领土，甚至还做出战争赔偿，受到惩罚，乌克兰对吧，伸张了正义，
这个时候特朗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叫明智实归。如果是以压迫受害者、被侵略者投降来换取的和平，那叫什么和平啊？这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玷污。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俄罗斯著名的寡头、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绍辛，他最近向媒体说他提出主张，俄罗斯财政部宣布的大私有化期间，应该挪用俄罗斯居民55万亿卢布银行存款。什么意思？也就是现在国家缺钱，直接把俄罗斯居民的这个55万亿卢布的存款直接挪用了就行了。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风声，它也不是全部挪用，比如说是14万卢布以上的，或者什么40万卢布以上的，统统的给你冻结，也就是给你留一点生活费，剩下的都是国家的了。你以为是你的钱，其实不是你的钱。关于俄罗斯人对普京的看法，这普京最后今天又表明他对领土的渴望啊。普京说他说乌克兰获得了大片俄罗斯土地，俄罗斯传统的历史领土，然后突然决定退出苏联，好吧，至少他们应该带着他们原来拥有的东西离开，而不应该带走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这普京什么意思呢？他说乌克兰加入苏联的时候，他的领土只有那么大，等到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离开苏联，带走了一大块领土，包括奥德萨，包括克里米亚等等。普京说你离开苏联可以，你把以前你获得的领土还回来，这个就是强盗，这就是流氓，这就是强权。1991年的时候，大家协议都签好了，都同意了，就这样。现在过了30多年，要找补，要秋后算账。如果这样也可以，那大国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跟俄罗斯再倒前账，好好算一算，对吧？500-600万平方公里就这么被沙俄、被苏联给划拉走了。如果再往前倒，你俄罗斯不过是个莫斯科大公国，面积不过170万平方公里，还是被蒙古人，对吧，给他统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个媒体他调查的俄罗斯的年轻人对普京的看法，大家看视频。По поводу Путина. Вот, смотри, в центре Петербурга. Это душа России, душа России. Душа России. И смотрите в эту душу России. Давайте посмотрим, что в этой душе. Живописнейш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18 века. Прекраснейший пейзаж. Сними флаг России. Какой Путин, друзья? Какой Путин? А к Путину как относится молодежь? Я могу только за себя сказать. Да, давайте. Негативно. Почему именно? Долго это был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Но вот я говорю свое мнение, это негативно. Что он долго у власти? В 2 словах буквально. Вообще, да. И это, и то,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ами знаете. Путину? Да? Я боюсь такое на камеру говорить. Я аполитичный человек, мне плевать немножко. Если языком нельзя выразить, Путин красавчик. Скорее нет, чем да. Почему нет? Прос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я вообще не хочу задаваться даже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никогда. Я считаю себя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политич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Я пока вот вроде как нормально. Ну, это жесть, конечно. Типа, по-другому это никак не назовешь,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много друзей там,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не все передается, но я не хочу просто никак это придавать согласие. Я также не отношусь к политике сейчас никак, то есть я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ю, но я думаю, со временем придется все-таки вникнуть в это дело, то есть пока ч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рановато, лично для моего возраста, для меня, то есть мне только 18 исполнилось, ребят, к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все, уже голосовать можно. Это да, но я думаю, пока вникать рано. Пока есть и свои трудности, какие-то заботы, поэтому не вникаю в политику. 普京刻意向俄罗斯人展示的硬汉形象，实际上对新生代的俄罗斯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国跟俄罗斯之间是不是亲密无间？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说中国汽车在俄罗斯销量大幅下滑，俄罗斯对进口车政策收紧，中国车商在俄罗斯冰火淬炼。他这主要说的是春节过后，说出口车商赵阳经常对着手机屏幕上的卢布汇率曲线出神。他想起3年前在霍尔果斯口岸
卖车的景象。彼时的口岸是一片繁荣景象，在黄金时期，说一辆车的利润高达几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上。如今这种暴利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汽车品牌2023年在俄罗斯市场份额占据了半壁江山，2024年份额进一步上升至60%。但今年开年，俄罗斯市场整体呈现出低迷景象。与此同时，俄罗斯对进口车政策在收紧，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市场销量大规模下降。乘联会数据显示，2024年俄罗斯汽车总体销量达到183万辆，同比增长91%。今年1到2月，俄罗斯车市的累计销量19万辆，同比下降14%，其中2月销量达9万辆，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11%。2025年1到2月，中国汽车出口俄罗斯负增长16%。一汽、东风等大部分中国车企在俄罗斯的销量环比剧烈萎缩。好日子到头了，塑料情差不多该结束了，还是早点分道扬镳，跟着流氓后面混。如果不及时收手，很容易被夹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